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公平会伫顶礼拜才打通过专人并购大润发，统一集团昨暝佮开记者会宣布讲，以290亿买发商家乐福6成的股权，统一集团会加做是咱国内上大的零售业。交易完成后，统一企业与统一超商将分别持有台湾家福股份有限公司70%与30%股权。本案预估的交易的金额，统一企业的部分为新台币239亿元，统一超商为新台币51亿元，合计新台币290亿元。统一集团的统一企业摕到台湾家乐福7成的股份，统一超商3成。外界质疑讲，敢有垄断的问题？统一是表示讲，大卖场、超市佮有超商并无相同，应该是无即个问题哦。公平会后续嘛会来针对市场封锁甲限制竞争的方向来审查这件交易案。再来看桃园市长郑文灿第18带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参加私人的参会，互检举讲2个人一道敬酒违反防疫的规定。桃园市卫生局是表示，参会是办地民众的处理，这部分防疫无相关的规定，也毋过提悬防疫的标准，所以会罚郑文灿、林志坚，佮有劳动局长吴洪国3个人，一人罚3000块。今年3月，因为家己食喜酒，群组扩大，指挥中心就宣布免每一道敬酒。起身，大家在敬酒，那口罩也就没有戴。然后烛桌，那万一有一个确诊的在里面的时候，那相对的容易做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传染。防疫规定还未放令，选前拜会行程都已经先开始啊。桃园市长郑文灿18带参选人林志坚伫私人参会每一道敬酒，被指控明显违反法规。无论什么行程，防疫都应该摆第一。尤其政治人物有示范的效果，不能带头烛桌敬酒，违反防疫的规定，否则未来市民如何遵守市政府发放的防疫资讯呢？桃园市卫生局回应，即马指挥中心公告防疫政策，并无明定伫家己厝的相关规定，毋过防疫标准爱严格看待，所以对郑文灿、林志坚甲劳动局长吴洪国3人各罚3000。此次虽在自宅，且非不特定人士，未采取严格之防疫标准，卫生局后续将依相关事证，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裁罚3000元。林志坚竞选办公室回应，相片是私人自体食饭，当时已经有相关单位依照规定做后续处理，会继续遵守相关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昨增加26779个本土病例，37人死亡，75个中重症。因为疫情缓和，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后礼拜开始开放志工、佮有传教士等6类的外国人来台湾。即马开始骑奥多摆、脚踏车，佮伫户外做些人嘛毋免挂喙暗咯。最近天气愈来愈热，民众出门拢爱挂喙暗，实在是真翕。考虑国内疫情缓和，为着兼顾防疫、经济甲社会运作，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即时开始，骑奥多摆甲铁马，或者是伫咧户外较空旷的所在做工课的人，亲像伫咧工地施工的人员，拢会当免挂喙暗。比较空旷的地方的时候会脱下来，如果人多的地方我还是会戴起来，因为家中还是有一些小朋友之类的，不希望被感染。另外，为着促进国际必要的交流，指挥中心嘛同意讲，为后礼拜1、2、5开始，开放6类的外籍人士来台湾，包括志工、传教士、演习宗教教义、实习、国际交流，也有青年度假做山工等等。不过，度假做山工并不是一般的观光。这个对象是指与我国订有度假打工协定或青年交流协定的国民。即马指挥官王必胜新官上任，嘛新增加2个副指挥官，一个是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彦平，一个是经济部政务处长陈正基来担任副指挥官。未来要向拼经济、甲观光的路线来行。未来我们的确是要朝向这个开放观光、振兴经济这些方向去走。那我想2位次长也就是2位副指挥官，除了在他们本来的业务的专精之外，那对于这个行政管理也都相当有经验。
也若新冠本土疫情拜29新增加26779个本土病例，敢若有新北市病例数超过4000例，中重症的有75例，死亡的有37例，拢创下5月底以来的新低。王必胜强调讲，室内室外运动进前都已经会当免挂喙罨，散步嘛是一种运动，嘛会当免挂。放电挂喙罨的规定是阶段性，评估风险了后会当承担。8月份也会阁继续放电。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已经较稳定了，什么时阵才会当队团出国去佚佗咧？观光局表示讲，已经传好2个方案，互指挥中心来参考哦。到时阵入境可能会以0+7做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就会当。也毋过指挥中心嘛是强调讲，这只是目前规划方向，嘛是爱甲看国际疫情发展哦，佮咱国内疫情甲医疗的状况来做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第3年啊，未少民众拢感觉关甲真艰苦，各国渐渐解封，互跨境旅游也正流行。旅游订房业者根据订房数据显示，台湾旅客今年热天上热门的度假国前5名，由开放观光团的日本摕到冠军，所来都是泰国、美国、新加坡甲德国，这拢是台湾旅客上爱去的国家。我可能日本、韩国这样，因为日币很便宜，所以现在去日本很刚好。出国应该去日本吧，它的美食吧，拉面吧。到底台湾什么时阵会当甲国际同款解除禁团令？交通部进前表示，若说未来1礼拜入境人数比4万人较济，入境检疫3+4一定爱调整。目前观光局已经提出先开放国外旅客入境，再开放国人出国，也是讲同齐开放出入境观光这2案，互指挥中心做参考。这2个方案其实我们都会来跟指挥中心讨论，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说，当我同时开放的时候，其实国人出国之后，他有一个入境量能的问题，因为回来还是要做检疫。卖首善之区的那个台北，这些高级的饭店，以前都是一些外国的商务客居多，就是说他们生意还是没办法起色。那你一旦开放0+7的时候，团客可以进来了。说句实在话，台北这些饭店旺了，我们垦丁、花莲、台东的饭店也一定会更旺。外界嘛好奇未来是不是会阁放令边境检疫0+7天？对这代志，指挥中心是讲这是目前开放的方向。我想0+7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没有错啊。那时间点，我想现在还没有办法到那个我想说没有办法开放到那里。我想时间会再递延一点。王必胜表示，入境免隔离是一个方向无毋对，不过时间点即嘛无法度确定，主要是爱参考国际 BA.4、BA.5变异度是毋是会互致死率、重症率提高，也有咱国内物资储存等，拢爱做整体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拢是侪份好天，温度真悬、真烧热的天气。气象局嘛针对双北市、宜兰、花莲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是会到36度。咱来看温度，今仔东南部地区有恒春半岛会落淡薄仔雨，过到中部以北有各地山区卖落雷公雨。今仔各地温度天气哦是拢真烧热，温度大约是32度到35度。气象局伫早起嘛已经针对双北市、宜兰有花莲来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是超过36度。另外哦，马祖的风哦会真透，嘛爱特别注意哦。未来1礼拜拢是好天，真热，日头真大，紫外线嘛真强哦。所以提醒大家出门都爱补充水分，嘛爱记得戴帽啊、扎雨伞。再来看英国伦敦的希斯洛机场，昨温度是7甲40.2度，是历史上温度上悬的纪录。天气上过热，澳洲南部四界拢有灰小山。世界气象组织嘛表示讲，后礼拜澳洲的温度嘛是阁会真悬哦，嘛警告讲极端的高温未来会定定出现。英国人伫18暗时到19透早都被史上上热一暝，也就是部分地区气温24、25度了后，19早起11:50分左右，伫伦敦希斯洛机场测到40.2度，是英国史上上悬温度。进前英国上悬温度是2019年英格兰东部剑桥的38.7度。A lot of food stalls are closed because of the heat. Obviously,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s isn't happening because of the heat. 英国气象局警告，真侪所在气温依然咧升悬，部分铁路网处取消，为学校也关起来。
迄一天，伦敦消防员是波音77专机通报10名火灾，有处火火小气有弄残扑出乌烟。伦敦消防队宣布发生重大事件，爱民众唔通航吧。专家认为气候变迁是主因，安尼极端高温未来恐惊更较济、更较害。Some of the fires today have required more than 30 fire engines. Some have required 20 fire engines. Some have required 15 fire engines. It's simply not possible for the London Fire Brigade to respond to all of these fires if they continue at this pace. It's not just wildfires or extremes of heat. It's also when we're dealing with wide area flooding as well, which we experienced last year. 另外，欧洲南部1万5消防员继续咧拍火，伫法国西南部已用1.9万公顷的土地烧起。19早起，一轮特省派出更较侪消防员去洗汗。当局表示，过去1礼拜已经有3.7万人撤离。I hope that these kind of events are going to be a wake-up call for many governments. 随起热浪向东线影响德国中部、东部、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去年的10月，国内有一个21礼拜各5天就出事的阿婴仔，体重只有370公克，因为喘气困难哦，医疗团队嘛插管急救，后来嘛陆续出现脑出血，佮有肠仔炎等状况。也毋过经过医疗团队的照顾，这赵生仪已经伫今年4月份出院咯。即卖体重嘛已经超过6公斤咯。伊嘛是世界上上早出世、有法度活落来的赵生仪，这嘛显示讲咱台湾的医疗是真厉害。再来看联合报哦，今年的高中节免饲日学长放榜咯，录取12万8千多人，录取率是超过99%，嘛创新高。有950来人因为志愿填伤少无录取。也毋过招生的欠额是超过5万个，嘛是最近3档来的上悬。再来看《中国时报》，美金哦表现了真强势，昨新台币换美金哦上加29.982块。为着要保掉台币换美金唔通超过30块，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哦已经真稳定，无个继续的大落。中央银行哦甲出口商就正常卖美金，最后台币是升1.2分。以29天902来收盘，总算有保调。再来看，因为疫情哦，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伫台北用视讯的方式来举行。这届是台北市长郭文哲任内最后一届咯。昨郭文哲伫致辞的时阵，讲到中共的军机来搅了台湾，佮有禁止咱台湾的往来佮石板进口。郭市长是强调讲，交流是比关系拍歹较好。上海市长是强调讲，两岸一家亲。2022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9开始，受疫情影响，今年也是用视讯的方式。郭文哲致辞的时阵，主动讲到强基一直交代，甲台湾出口往来石板受阻这问题，佮表示交流比较较好。这几年台海局势紧张，两岸对立加剧，比如台湾参与 WHA。大陆军机频繁出现在台湾西南海域，政治可以分歧，但两岸人民不应当有敌意。郭文哲第一摆伫双城论坛提出强基交代，强调若放进地区继续提悬，受害也是百姓。上海市长江靖致辞的时阵是佮表示，两岸一家亲，两岸同胞心之相系，情之相融，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我们也期待两地同心同行，携手打拼。江靖回应这问题，伫过去拢捌得到真好解决，佮一摆证明两岸交流离不开共同的政治基础。陆委会回应，两岸任何交流拢应该对等尊严、合规范。中共长期对台武力威胁所谓政治基础，无咱国家主权的存在空间，这是台湾无法度接受的。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蒋万安批评陈市长伫18交接的时趁机会拜票，是利用公务活动来进行选举造势。陈市长是回应表示讲，既然要选咯，就毋免伤过加身。另外，新北市民进党的林佳龙是话讲新北市大翻新，也毋过市长侯友宜是强调讲，新北市目前的进步是进行式。陈市长18伫维护部长下入典礼顶悬2届拜票，蒋万安会甲批评伊并无意外。陈市长嘛直接甲回应讲，要参选的人毋免加鬼加怪。我想未来在选举的过程，民进党会借由相关的行政资源来
投入选举，我想这个也不会令人意外。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阶段的任务，要选的人也不用矫情，都要拜托很诚恳的、虚心的，请大家投我一票。针对双城论坛的议题，陈市长表示，要有实质的意义才会办。以目前来看，不是袂用的办，是无适合办。也若副市长黄珊珊是甲回呛讲，唔通阁补政治议题。继续举办，这是已经10年的活动，我觉得不要再去搞政治议题，我们必须很有自信的去跟国际的城市交流，这是台湾台北的责任。新北的选战，民进党林佳龙竞选总部的人事，由兼任党主席的蔡总统亲身决定，党秘书长林锡尧担任主委，郑文灿甲林佑昌做总督导。针对林佳龙发出新北大翻新，好友义嘛表示，新北的进步是现在进行式。新北市的大进步是在进行式，所以我们的都公如火如荼，在转变一个城市的要有性。新北大翻新产业大振兴里面要善用台北港全方位绿能系统整合这样的一个产业是可以带来庞大的就业机会跟商机。林佳龙增加政见，希望甲台北港推动做风力发电、甲智慧物流重要的所在。嘛持续抓案这个案件的空棒，要求侯友宜在公布真相。针对这点，侯友宜回应讲，人民希望会当看到一场清气、无作恶的选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6千万例了，死亡人数超过638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拢总是增加27146例，目前嘛已经超过430万例。日本是超过1000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阁有巴西哦。美国已经超过90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嘛超过3300万例咯。伫欧洲迄边哦，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法国嘛超过3300万例。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之前因为确诊取消访问台湾行程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按算8月份要来台湾访问。消息传出，中国是要求美国袂使安排这项行程。咱国的外交部是强调讲，目前并无接到通知。另外，前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18带团来台湾。艾斯培昨嘛建议台湾讲，少年的查甫查某应该拢爱做一党的兵来接受训练，嘛互国际社会看到台湾对抗中国的决心。4月份因为确诊影响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嘛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佩洛西会伫8月份带团访问台湾，展现支持。这是过25年了后，搁一届有美国众议长来拜访台湾。8月的时候会访问台湾的这个报道，那外交部呢，我们并没有接获相关的讯息。佩洛西办公室无回应。报道指出，白宫对佩洛西这届的行程表达关心，敢真正会来台湾也有变数，因为出访的时机对中国来讲是真敏感，拄好是伫美中关系紧张的时阵。除了8月初1是解放军建军的纪念日。拜习会嘛有可能伫这几个礼拜来举行。4月份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才引起中国强烈的抗议。即马中国外交部搁一概提出反对。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安排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他跟我们关系非常好，什么样反应呢？一定是负面的反应嘛。佩洛西他也会考虑到他跟政府不一样，是他不在乎嘛。前外交部长听见认为讲，佩洛西前较早就真支持台湾，地位自清，阁真有个性。若真正要访问台湾，白宫是无法度甲伊阻挡。另外嘛，几啊届表态挺台湾的前美国国防部长赖斯培，带领大西洋理事会智库访问团来台湾，19总统蔡英文接见。赖斯培呼吁西方国家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佮讲美国应该爱离战略模糊政策较远咧。And of course, it is my personal view tha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that it is time to move away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赖斯培嘛针对台湾防卫政策提出建议，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增加无病房的作战能力、查甫查某拢爱服兵役，而且会当到1年以上。即嘛国际政要小联手来访问台湾，关心安全防务问题的日本议员团体，嘛会伫后礼拜拜访台湾，包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伫
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从枪击不幸过往了后，来台湾宣示挺台湾的路线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带团访问台湾，参加行政院长苏贞昌见面。比尔强调讲，目前是民主对抗独裁政权的关键时刻。另外，咱国立法院长由1718带团去访问捷克。马来台湾访问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嘛亲身接机哦，相片佮放伫参议院的网站上头前，嘛表示出对台湾国会访问团的重视。行政院长苏贞昌甲专工来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互相赠送礼物表达欢迎。苏贞昌讲到，虽然台欧之间距离远，也毋过拢坚守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零距离。比尔也正面回应。In this crucial moment, as we have to face as democracies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which does not respect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which does not let countries in peace and nations and their sovereignty are neglected. 比尔也讲到，毋台湾会当家己国际组织，也希望促成台欧签署双边经贸协定。另外，过往2年，立法院长尤锡坤应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的邀请，带领跨党派立委访问捷克，2个人一对面都来一个小览和握手礼。že tím hlavním úkolem Evropy pro následující období je nalézt své svědomí a nalézt svoji odpovědnost, a ten nejen za architekturu Evropy, ale i nalézt část své odpovědnosti za to, jak to vypadá na celém světě, to znamená například i na Tajvanu. 捷克人争自由、争民主、反压迫、反威权、不屈不挠的精神，令我非常敬佩。尤锡坤向韦德奇传达台湾人民真心意，也送捷克韦德奇参议长访台纪实，予对方留念。韦德奇亲自接机的相片，也登上捷克参议院官网的头一页，展现对台湾国会访团的高度重视。记者综合报道。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讲罗西亚天然气公司已经向欧盟国家发出通知，讲无法度保证会当继续提供天然气。欧盟的国家是认为罗西亚是用天然气来威胁因哦。虽然欧盟的国家一直在找替代能源，也毋过国际能源总署嘛警告讲，替代能源一定无够。欧洲的天然气哦，爱较欠的用，才有法度会当顺利度过今年的寒冷。当地经历高温、大量消耗能源的欧洲，恐惊还有难关爱过。路透社19个独家报道指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顶礼拜四发批件，讲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已经无法度保证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俄国天然气公司当地进行北溪1号，也就是欧洲主要天然气供应公路的年度例行维修。10天维修期原本2月结束，不过这个批件暗示到时阵可能无法度供应天然气。佮讲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致使送修的设备一直无法度为加拿大送回俄罗斯。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икакого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той проблемы, которая возникла по компрессорной станции портовая, нету. Ну, нету такого решения, понимаете, пока. Компания Siemens пока молчит. 所以上，加拿大已经宣布送行修理好的发动机，运送到德国了后，才由负责提供服务的西门子能源公司，把设备送到俄国。虽然德国政府认为莫斯科若是摕到发动机，就无理由限制北溪1号供气，不过俄国的态度显然也有一寡变数，因为烦恼俄国利用长期来威胁。欧洲各国最近拢找找替代能源。德国礼拜一甲埃及达成共识，要进行氢能经济合作。意大利是向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进口真济天然气。欧盟也甲亚塞拜然签署合作备忘录。We will double the supply of gas from Azerbaijan to the European Union. Indeed, with this MOU, we commit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 不过，国际能源总署警告，敢若靠替代能源无够，总共欧洲储量达到90%。一旦俄罗斯决定断气，欧洲会面临能源危机。因评估，未来3个月，欧洲都要大幅度削减天然气的消费量，才当度过艰难的冬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再来看发生在2018年的美国佛罗里达帕克兰中学造成17人死亡、17人受伤的枪杀案，凶手拜一出庭接受审理哦。陪审团会决定讲要来判伊死刑，还是要关伊14人。事件已经发生4档咯，也毋过家属的痛苦嘛是个共款。
我目镜到乌色翠暗的克鲁兹，礼拜一出庭的时阵，大部分的时间头咧咧无讲话。2018年29岁，伫情人节即天夜青登去家己方退学的中学大开杀戒，造成17死17伤的惨剧。检察官伫庭上详细讲伊的罪行，佮公布伊捌伫作案前3天，家己有翕影片，伊佮讲要杀人。Those words, those actions of killing 14 children, the athletic director, a coach, and a teacher, is why we're here today. Cold, calculative, manipulative, and deadly. 有一个老师嘛出庭作证，说明迄天报案的经过。Almost instantly, I called 911 just out of instinct. They couldn't hear me over the sound of the gunshots. It was so incredibly loud. And that was it. We just hid under my desk, we hid in the corners, and we tried to stay as quiet as possible until what I heard was like a walkie-talkie type of sound. And to me, that's what a police sounds like. So. 虽然这个枪击案发生到即马已经超过4年，不过相关的讲法甲证词，现场受害者家属听到那亲像佫拆开内心的创伤，因为一直害头，为忍不住一直流目屎。为了安抚因的情绪，现场原后治疗肯台面，希望予家属心理安慰。目前嫌犯已经对17项已经谋杀罪加17项杀人未遂罪名认罪，陪审团要以4个月时间来审理，必须全部拢同意死刑判决，啊若无是终身加禁，袂使加刑。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国务院今仔公布2022年人口贩运的报告，指出台湾伫疫情期间打击人口贩运的成绩嘛是阁真好哦，连续第13档拢是上悬的第1级。也毋过报告中嘛针对台湾的婉容渔船，阁有家庭看护工的劳动情况，嘛有提出关心。再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今仔去德黑兰访问，会甲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来会谈哦。这是罗西亚2月开始哦，拍乌克兰以来，普廷头一届去访问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国家。再来看英国执政的保守党的党主席选举第4轮的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正在正大城苏纳克的票数嘛是阁上悬，也毋过票数的增加真有限。今仔阁有一项民调显示讲，苏纳克及一般党员的支持度是赫输其他的候选人。再来看5天的汉光38号演习哦，2月开始哦。国军将伫新北市北里的海埔嘛演练反登陆作战哦，出动分百架车模拟阻止敌军侵犯台湾。另外，陆军航铁部嘛伫屏东的潮州演练跳伞，早嘛有真侪民众到现场去看。日头长炎，官兵全副武装，离汉光38号演习剩无1礼拜。国军模拟淡水、台北港、甲北里海沙堡，会正做首都防守上界重要的战线。工兵先伫咧桥骹演练驾驶防御工事，阻挡共军为海沙堡登陆。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放伫咧台湾北部，模拟共军以战斗轰炸机、甲武装直升机突袭台北港。国军展开反击甲防卫作战。19早起，乌鹰直升机甲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大声进行半兵力的演演。陆军嘛伫咧台北港甲淡水河爆发演练反突击的项目，甲用伫咧架桥的 M3水陆2用机动铺门轿车，战争的时阵变做是爆发布雷艇，伫咧水顶部署侪玻璃物的汽油桶，来阻挡共军登陆。南台湾陆军航特部19透早伫咧屏东潮州空港场进行4架次空港兵的跳伞，还佫有15个人高空神龙跳伞。有家长因为囡仔有参演，报名3点外专工为台中落南来看。延伞在跳的就比较矮，那看起来就好像有那种战争片那种真的在降落那种感觉，亲临现场的感觉。今日该壮观啊！是哦，对啊，很多架机连续那个伞都是圆的，这样跳下来，真的很壮观。东部海峡操演的部分，海军的长途雷达机动车组嘛有加入操演。配向3飞弹机动发射车组，验证东部地区机动雷达站启用攻击了后，由远途雷达机动车组退守侦搜的任务，引导飞弹精准拍到共军海顶的船。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几当前艺人的后生孙安祖，伫美国涉嫌改造手枪，返来台湾了后，检方嘛起诉，也毋过案件经过1日10幕拢判决公诉毋受理。交答时间超过了，法院阁还未收到检方提出上诉，这嘛代表讲这案件已经收煞了。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被起诉未遂制造枪械，所以，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事情发生什么，我都会接受的啦。捌伫镜头前无奈讲出头尾，艺人翁仔某孙平电影的孤囝孙安祖涉嫌伫美国造枪，返来台湾去互检方起诉，经过法院1、2审拢判决公诉无受理，即马检方也要阁上诉专案定案。安祖这个事情又特别的久，他从107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但也是希望是说，如果就这样子快点结束是最好了。专案协判无受理，因为立审法院合议庭拢认定孙安祖的触法行为，伫美国的法律未妨处罚，因为犯罪地无法，台湾也就无审判权。回顾规案情，当年孙平就引去美国，因为孙安祖放掉要对滨州航园攻击，自提个人超出上侵略性质，涉犯恐怖威胁等罪，关押超过200天。经过认罪协商，刑满被释放，遣返出境，不过返来台湾，阁面临司法调查。结果没出来，我什么都不好说了。甲美国无共，咱方检方是讲，孙安祖伫美国透过无共网络卖主，佮买枪械的零件，想要做枪。虽然到尾无组装完成，毋过也是依照造枪未遂罪起诉。这个官司4年关，到尾孙安祖才脱离刑法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高山哦，有一寡日本时代的建筑，其中有5栋烧人的黄砖仔厝，也毋过其中的4栋哦，厝主因为无付使用费，伫2015年，法院准备要拍卖，市政府迄当时就赶紧来启动暂定估价程序，嘛用文字法先甲这几栋厝标落来，经过6档的征收哦，会伫8月初的台湾文博会来开放参观。绿彩红砖条插座九门，由清水红砖构成的5连栋红砖家厝，建伫1933年见证过迄时具新宾町的风华，也是存在少数日本时期家区建筑，也是头一栋由公部门为发拍会中抢救的历史建筑。拆除改建大楼会影响到整个哈马星的历史街区的景观风貌，所以就有指示我们希望能够去标下法拍屋。那因为文资法里头有关文资可以有优先承购权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我们就到了法院现场去执行这件事情。义中型 A 墙是典型昭和时期的风格，红砖家厝土地是市府所有，也无建筑物是私人产权。2015年其中4栋方拍卖，市府紧急启动暂定估价程序，拍卖得标买到，搁做最后1栋。经过6年外的调查甲建筑修复，将配合8月初的台湾文博会正式公开。2个新修复的场馆，包含爱国夫人会馆跟红砖街屋来启用，来呼应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厚度。如果没有高雄观点，如果没有大南方观点的话，我们这个岛屿的形状其实一定是会有所偏差的。文博会头一摆到高雄举办，哈马星作为高雄现代化的起点，那红砖家厝，高市府将伫这摆文博会开放当地6个日本建筑场馆，包括内部改造咖啡厅的旧3号银行顶，将高雄在地元素用伫这摆文创盛会。记者综合报道。伫真济文学家甲文献杂志社的推动，台北文学馆筹备处昨成立无，因希望讲台北文学馆会当来保存台北文学的历史资料，互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学。2、1。谢幕。伫济济文学家甲台北市政府团队的见证之下，台北文学馆筹备处正式挂牌成立。作家向阳表示，台北文学馆的成立，会使互世界看到台湾文化的珍贵。它将是台北作为国际化的城市，代表着台湾的文学跟台北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或者展示的场所。台湾真侪文学作品拢咧描写台北人的生活，记录台北这个城市的变化。第一篇小说《台北人》的作者白先勇嘛，特别透过影片表达伊对台北文学馆的期待甲愿望。台北文学馆成立以后，希望成为在台北市的一个文化地标。
我们大家对这个台北市的文学馆都是非常期待、非常关切啊。我们希望这个文学馆在尽早成立。文信杂志社长洪德平为着台北文学馆的设立走总几日冬，嘛邀请超过100名的文学家、教授来讨论台北文学馆未来的模样。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办了10场5天的100人文化论坛、城市提案。那这100位的文化人的提案，都非常认真的对待台北需要一个文学馆这样的事情。现场有真侪装啊，顶悬是每一个文学家的签名。筹备只是开始，阁爱真侪人斗阵贴装啊，这个台北文学的厝才有法度落成。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朱宗庆甲打击乐团今年第35档办囡仔音乐会哦，今年是用太空科技来做主题，望讲鼓励这囡仔爱认真打拼来追求家己的梦想。响亮的木琴声、音阶、展翅足分明的，结合各种打击演奏，又有高智的豆芽仔，要带大家进入魔幻的星球世界。生活的音色五彩缤纷，生活的音色五彩缤纷。长期在推动打击乐甲艺术素养的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第35年办囡仔音乐会，锁定3岁至10岁小朋友，以太空做主题，要带大家在咧 melody 内底勇敢探险。100分钟伊无可能坐掉的，所以有听音乐1/3，另外1/3呢，用讲故事的方式，还了解音乐，了解一个故事。负责担任这届编曲、主题曲，也有带动曲的东大，捌到过比利时国际木琴大赛首奖，今年才30岁高汉安，伊希望分享伊伫咧学木琴的音乐路，鼓励囡仔着爱坚持，莫放弃，也传达音乐的4大要素：节奏、和声、旋律加音色。把这些艰深的字软化放进就是这次的主题里面，就譬如说旋律的话，可能是 melody， 那我们就叫中文叫做美乐蒂。就是会让小朋友就是好像无形之间就可以了解了这些音乐的概念。甲组成音乐的4大要素，比如做团体生活的多元甲五彩，朱宗庆乐团甲囡仔兄囡仔姐一年一届的热天约会，升级美幻独一无二。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湾的查甫网球选手亚齐亚球王20岁张俊兴哦，2019年开始拍职业比赛，一礼拜的世界排名是升到86名，亚洲是排第3名哦。伊表示讲，伊还阁继续拍拼，望讲会当拼入去前70名。比赛的笑容一手第一，张俊兴等来台湾将近1个月，头一遍分享伊比职业赛的过程。伊讲进入职业网球了后，伫国外比赛甲训练有9个月，第6、7个月时阵真上厝，迄个时阵较辛苦。前2年伫亚齐亚摆档的妈妈手受伤，会真烦恼。那时候就是他的手也有一点受伤，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非常辛苦。然后就是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都不离不弃这样。爸爸陪伊去国外比赛，妈妈伫台湾照顾小弟。张俊兴若一解感谢爸母的支持，予伊无后顾之忧。捌摕到法网文盲青少年单打冠军的伊，2019年转战职业了后，世界排名伫2021年底开始提升，280名，一路爬到这礼拜的82名，创下伊个人上好的成绩，晋升亚洲前3强，也是新的台湾一哥。年底的时候，刚好有跟一个德国的教练合作。然后合作之后，我在不管是底线的投球能力，还是一些打法上面，对自己变得更了解。就是每次当有人提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会让我自己给自己会有更多的动力，然后会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本季提早达成世界排名，进入职业100大的目标。张俊兴后一个目标是要挑战世界排名前70。虽然是想要进入4大全球公开赛，今年已经拍过澳网、法网、文网，因为拢伫头一轮就话停。伊毋望家己伫美国比赛会当拍到第2礼拜，摕到公开赛头1场胜利。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罗西亚用测定天然气来威胁一寡欧洲国家，正认真咧找替代能源。亲像是德国最近就开发一种通安地落台小型的太阳能板，匈牙利是用地热来取代天然气，咱做伙来了解。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加打阁继续伫拍，除了造成全世界通货膨胀率升悬，还有粮食危机以外，对欧洲一寡高度依赖罗西亚的天然气的国家来讲，罗西亚一直用停止供应天然气来威胁，嘛，互这个国家感觉真正头壳痛。最近伫德国的一间公司，就生产一种会当直接装伫迄煞时，就是露台外面的小型太阳能板啊。所产生的电会当互一般家庭一个月减负差不多1/4的电钱，而且非常环保。And I think we can definitely generate more energy from such a balcony set and do good for environment. 本身就是乌克兰人的这个查某头家，认为要尽量透过各种方法减少对罗西亚的天然气甲石油的依赖。I simply want independence or energy independence for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fund wars. 甲镜头转到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匈牙利，匈牙利有65%的石油，80%的天然气，拢是为罗西亚进口的，所以因即马要赶紧想办法减少对罗西亚的依赖。伫匈牙利第3大城塞格德，即马就当地咧开发使用地热，若是对涂骹污井污差不多2000公尺的深度，就会污到大量的温度真悬的温泉水。透过一个热能转换器，烧水会转做热能，唔但会当代替天然气。而且佫会当一直循环来使用。Now we get clean, independent energy from beneath our feet. It's renewable and it's local. 甲天然气比起来，使用地热会当减少6成左右的碳排放量。事实上，欧洲有25%的人口拢住伫个地热资源真丰富的所在。匈牙利这个地热发展计划，若是会成功，嘛会当提供予其他的国家做参考。记者甘燕燕编译。来看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最近观光客是非常的多哦，本色嘛真多，尤其是塑胶罐啊。当地是鼓励游客哦家己装水，所以当地水公司甲饭店嘛做 App 甲啉水地图，方便民众来找水哦，嘛较环保。欧洲最近温度升悬，出门伫外口就要尽量补充水分。去到水都威尼斯嘛同款，对游客来讲，矿泉水虽然真方便，不过看本色人就知影。因逐工制造偌济塑胶粪扫，伫个运河顶悬，四界拢会当看到红弹条的塑胶杆仔。为了鼓励游客做伙减用塑胶来做环保，当局呼吁民众多多利用免钱饮水的设施。Nel centro storico ce ne sono 126. Quindi sono distribuite su tutto il territorio, sono facilmente trovabili, quasi una ogni 100 metri. 当地水公司专工推出 App， 甲民众讲威尼斯的市区。拢总设置190个饮水机，请大家多多利用。旅馆甲饭店嘛有配合政策，推出饮水的地图。E qui all'interno di questa mappa abbiamo segnalato appunto le fontane di Venezia, le abbiamo segnalate con una piccola goccia blu, come puoi vedere. 为美国来查理甲因岛的人已经开始行动，因分数拢有炸杆仔，随时拢会当添茶啉。You can go through quite a lot, especially on a long trip, in terms of liters and liters and liters of plastic bottles. So we try to carry one with us. We came with 5, but we've already lost 1. 官方的资料显示，威尼斯的观光产业制造的粪扫占当地粪扫的2成8至4成，其中包括济塑胶杆仔。只要游客发挥环保的精神，大家家己炸环保杯啊，或者是杆仔，威尼斯的市容就会更较清气、更较美丽，嘛会当减少这个城市的负担。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丹麦最近咧进行一项5档的计划哦，创水能源将麻草种到海峡的上下面，这种麻草唔来当来吸收二氧化碳，嘛会当重新来培养鱼仔、虾仔的生态地。创水能源创立起水底，将本来规百的蔓草一株一株分开，种伫咧海床内，希望会当互因来捕掠海中的二氧化碳。丹麦外爱岛集团甲南丹麦大学合作。进行一项5年的生态保育计划，伫咧较无海草、海洋生物的所在，用人工种蔓草，除了会当吸收二氧化碳，保护生态环境，也当减慢气候变迁的速度。What we do is we transplant eelgrass from one mother bed
We still have eelgrass in our fjord, but not that much. But we can take and transplant from the good areas into the remaining desert part of the fjord. I think this is must be our duty to be on the water gardener and help also to clean up the ocean sometimes and stuff like that. 创水人员将蔓草垫伫咧会当自然分解的顶顶头，结果甲伊顶伫咧海床顶。经过努力，伫即马外爱乐集团4.15公顷的海床内面，已经种了1万株蔓草栽。 They are binding a lot of CO2, and they are depending on where on the sites we are choosing. Then they have a quite nice capacity for storing permanently carbon dioxide as dead organic matter in the sediment. 研究显示，蔓草的碳储存量是温带甲热带森林的2倍。一英亩的蔓草平均一年会当掠300多公斤的二氧化碳，差不多是一台车走6200多公里的碳排放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战争甲疫情哦，真侪人拢真烦恼。咱来看一间瑞士的新创公司，因打造一个高科技的地下碉堡，有独立的空调、电力系统，佮有私人的电影院哦。伫这所在生活1个月毋是问题。也毋过做一款碉堡无俗哦，所以拢针对后壁个中东的大好野人来推销。 新闻当中，佫传来重大灾难事件，为避免受影响，马上买一米徛喺边仔回痕下骹的地下碉堡，也可能是一种救生的选择。瑞士的新创公司特别开真侪钱，打造号称有北约安全等级的高科技地下碉堡，因应变化愈来愈紧，无法度预测的局势。 The main area is the living area. It's basically similar to what you can find in above ground residence, and it serves for the primary use in case of threat. But we have an optimistic view of the future, and we want Oppidum to bring added value for everyday peacetime use of the property. 用高科技打造的地下碉堡，其实就是一个私人的地下豪华主体。除了一般的设备以外，也有私人剧院、私人画廊甲会议室，拢是完全密闭。就算遭受化物攻击，也免烦恼。独立的空调设备甲发电系统，甚至也有备用电力。用伫碉堡内底生活1个月以上，唔免等甲地面。若拄着爱特别的情形，这间公司也拢已经考虑到。 The technology is the heart of Oppidum, and it's to supply the Oppidum with energy, fresh air, water, and supplies for as long as necessary. It has more than 7 operational modes. Ranging from the situation either outside or what's needed for the inhabitants, and what's important, even though you can stay in an Oppidum as long as necessary, the evacuation plan is something that always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so the inhabitants can move to other location when safe. 面对新冠疫情、变种病毒威胁，加上俄乌战争的冲击，加气候变迁引起的经济天灾，全世界充满不安定感。瑞士这间新创公司将高科技碉堡的主要消费的人气锁定在欧美加中东地区，甚至是超级好野人。碉堡有变数的区别，上顶级的面积是1000平方公尺，差不多是302平，未超过1亿美金。 合新海票是30亿。对一般的大众来讲，高科技地下碉堡是一个不共款的世界。公司新闻竟完全变形。来看英国的戴安娜王妃过身已经25天了，伊精彩人生故事有红去做电影。最近佫有一出纪录片，用真侪相关的新闻来描写王妃的一生哦。咱做伙来看卖。 Sweet, kind. The princess has been the best thing to happen to the monarchy in centuries. Did you get a chance to see her? Yes. Enchanted for her. 纪录片导演无真细新片王妃回经戴安娜王妃为囡仔时代到过身进前的新闻片段，将近2点钟影片交代伊短短37年的人生。博金斯无用传统纪录片用推广甲专访，全片用自然片，互观众伫无受感染的情景之下，重新熟悉这大家拢知影王室有名的人。Instead,
use the archive as a kind of time machine to take audiences back into our collective pasts and allow them to relive the story would hopefully give us a chance at aiming at some of those kind of emotional truths that I think are still sort of lurking in this story. Your Royal Highness. Mummy. Family are all gathered in the drawing room. They are waiting. 一位真侪项电影大奖的史宾瑟是最近的戴安娜王妃题材电影，有影评形容克里斯汀·史都华诠释戴安娜是正赞，是10年来上完美的演出。Netflix 的王冠少年的戴安娜伫第4季登场，主演的艾玛可能无到30岁，而戴安娜的心情甲肢体动作是正同款，为赢到第1座金球奖演员奖。这用戴安娜为题材影剧作品，无同款的女明星描绘戴安娜王妃各有千秋。啊，毋过佮安怎共款镜头内底，戴安娜王妃也是另外一个人，观众看不到伊真实模样。无真是希望借这新闻片段，唤回观众的记忆，看到戴安娜王妃完整的人生，佮重新思考看待伊的方式。When you watch this archive, I was often looking for kind of subtle body language cues, you know, the little tilt of a head or the curl of a smile. It often felt like she was trying, I think, very successfully to tell us her own very private story publicly and to let us in, to tell us how she was feeling. 进入王室讲完悲剧之4人戴安娜被外界关心一举一动的命运，好亲像也复制伫伊的媳妇梅根的身上。亨利甲梅根出走风波，霍普金斯想要拍戴安娜王妃的纪录片的想法，希望伫请媒体解读王室成员的分析，帮助观众家己判断。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这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